各位观众朋友平安，欢迎收看8月初10公司台记台 AM 新闻，我是郭碧君，咱做伙来看今仔日的新闻重点。有风声讲，民进党主席郭文哲选总统的时，无老实申报政治现金。民进党讲会交去保证，郭文哲讲会向大众交代。初六中国军机侵扰台湾，有人质疑事实上已经进入咱的内水。国防部是否认中国军机进入24海里的？民进党主席郭文哲有风声讲，伊伫选总统的时无老实申报政治现金。民进党讲会赶紧向监察院申请保证资料，郭文哲也表示会向大众交代。另外，郭文哲牵手陈培基用后生的名开公司，争议继续拖。陈培基讲家己有犯罪的意图，但是无行为，要求法院爱判较轻的。民进党主席郭文哲传出政治现金技术导致不可公关公司的证据，抑阁别人讲造势甲开票活动分伫年澳创意行销甲视乐两间公司报销。暗过视乐公司发声明，讲无承接郭文哲竞选的宣传广告业务，也无收到500万，要求民进党爱说明。尤其现在透过这个公司自清也发现到就是说，确实有3笔的账呢，并没有这个跟柯文哲这边在过去有任何的相对关系，但是却被提出来作为申报。是不是下午1点开始查账，所以不要紧张，我们查出来会跟大家交代。民进党会室内强调申报的时阵，视乐宣传支出500万，年澳一笔216万4311块，一笔200万是校部处理的问题，会阁一摆全面来清查，向监察院申请保证资料。毋但政治现金有证据，有公务员身份的郭文哲夫人陈培基，家己讲用后生名义开公司，佮将地址设伫东部，被人检举了，已经请人马上撤销公司。不过台北市民大干事会质疑陈培基违反公务员服务法。陈佩琪用儿子的人头开公司，不但违反了公务人员服务法，柯文哲不要再切割，也不要再卸责。你知道的事情，你就必须和陈佩琪一起出来跟大家道歉。陈培基切实地面册承认家己无够巧，强调公司为7月底才开始有正式的效果，到即马1礼拜外拢无开始运作，家己算是有犯戏，暗无无犯刑，请法院重轻量刑。记者综合报道。国防部讲，初六中国军机侵入台湾，距离乌兰偏只有33海里。有人质疑，事实上中国军机是已经进入咱台湾的内水。国防部否认有进入24海里的区域。也若今仔日公布新的中国军机动态，是新增加多片，无按照实际比例显示的经济，是引起关注。中共一直侵略台湾，和台海经济紧张。国防部初10发布，查到共计28架次，其中有22架次超过海峡中线，进入咱西南东部空隙，也有10架次的强舰出现伫台海。国军出动战机军舰，换伫飞弹系统严密来监控。特别注意的是，国军公布共军动态图，特别新增加大胆加警示语，本图会按照实际比例显示。国防部每天公布的共军进入台海周边空域活动示意图。目的是为了显示共机的一个活动态样，而不是依照特定比例去调制的一个地图。维安所加强警示语，因为国军初六公布有5架强机出现伫台东外海，离乌兰皮只有33海里。外界比对中华民国领海基线图加领海基点地理位置的资讯，怀疑强机已经进入咱方的内水。国军真紧澄清，后任强机走入去24海里临接区。学者讲，领海基线依照各式法角度有无同的解读，不过确定的是，强机无飞过咱国领空。从海岸线向外算起的12海里称之为领海，再往外到24海里称为临街区。但是如果是本岛跟离岛之间的水域，也把它称之为领海，这叫做基线领海。那这一点在国际间就会有不同的解读了。IDF 经国府展现机体优异的性能，在空中画出一道美丽弯线线来，也表演倒立飞，和现场观众是真喝彩。台海局势紧张，考虑特种威胁，国军推动建军任务需要。空军嘉义基地是今年唯一一场开放民众参观基地营区，吸引超过10万人参与支持国防，看到这战机的英姿。
X-6V 幻象2000 IDF 三大主力战机轮流来升空操演，表演空战的动作，展示国军空中的战力。降落了后，也甲民众一手来致意，互活动完美来结束。记者综合报道。查到巴西一架载客无人机发生事故，伫咧无人机内底的61个人拢死亡，目前正咧调查事故原因。因为去年有共一个机型的无人机也造成72个人死亡空难，即阵是引起国家的关注。面体边的无人机残骸都会烧起来，拢是乌烟，互社会居民拢正惊吓。巴西航空公司一架客机驶到伫飞向圣保罗中途，落伫圣保罗西北边差不多80公里的维涅杜市主题区，先当局真紧派出消防队去现场救援，机顶57个乘客加4个机组人员有完全部罹难。O que eu vi foi o destroço do avião, sobrou só a cabine. Cheguei até ver vídeos que me mandaram de corpo queimando. 根据当局讲法，无人机落落期间造成一栋厝受损，无任何住户伤亡。航空公司声明指出，这架编号1283的航班机型是 ATR 7为南部巴拉那州飞向瓜鲁纽斯机场，目前也唔知影失事原因。巴西航空调查中心表示，乌阿爸已经找到。环保媒体报道，因为空气结冰引起事故。航班追踪网站是显示，无人机飞伫17000英尺高度时阵开始快速下降，搁伫起飞点半钟了后，收到最后一班信号。现航空公司承诺会优先向罹难者家属提供协助。目前事故资讯犹原混乱，真侪人根本唔知影家己的亲人是唔是坐这架无人机。Tenho muitos conhecidos que eu ainda não consigo confirmar. A maioria das pessoas que estão aqui, a gente não consegue ter a certeza e muita gente nem caiu a ficha. 这个事件是为2023年1月以来上严重空难。迄时阵，伊波率领航空一架无人机，伫降落时阵失速坠毁，造成72人死亡。迄架无人机的机型也是 ATR 7最后落落去的原因，讲是技术操作失误。公司新闻杨干评价。有民间团体收集咖啡厅进货咖啡豆，买手无需要的麻布袋啊，交互社区的妇女团体，互因家这款麻布袋啊，搁再利用，唔但环保，也帮助中高龄妇女二度就业。用那架麻布拆开，白做花蕊的模样，用膏啊黏咧废弃的抹布，就成做美丽的花蕊。这个民间团体长期利用咖啡厅进货咖啡豆仔的麻布袋啊，互社区的中高龄妇女团体做成袋仔、红仔等等补品贩卖，唔但环保，也帮助妇女二度就业。废弃的咖啡豆袋，然后我们再连接社区的手作团体，然后一起来想要达到3个议题，一个包括环境的永续，那同时也是中高龄妇女的再就业，以及手作团体的一个持续成长。有学者认为，民间团体和本正就有技术的中高龄妇女，透过社区团体连结，通有机会重新接触职场，或者展现家己的技术卖物件，是开创更加侪妇女二度就业的可能性。传统的做法都是用帮助作为出发点，那针对他们比较相对弱势、缺乏竞争力的部分予以补强。那但是我在芦苇女力这边看到另外一种可能，跟很多的在地的团体跟草根的组织来合作。所以如果这里已经有一群妇女一起在做缝纫，或者是这里已经有一群妇女对于学习新的工艺有兴趣，那么我们就来合作。这10民间团体伫台北市艋舺有新的起点开幕，才贩卖中高龄妇女做的产品。妇女也通伫这个点头做工作人员，这就成做因二度就业的出发点。民间团体表示，社区有真侪妇女手作团体真有才调，只是欠缺发展的机会。透过这款方法，通带动环保、就业、妇女公益等等议题。记者郭明林玉凯台北报道。台中有一名少年人伫社会主体举办结合文化甲社会设计的活动，互侪人关心社会公共议题，建立好的基础文化。公司台记内青春日梦用暗7点半，带大家来看这阵少年人安怎互社会关心公共议题。3期要咧去啦，1期、2期也好啊，所以当初是我咧。台中市太平区玉县大第3期的社会主体就要完工，1期至3期计共会当提供差不多978户主题单元。从2018年开始，台中市政府甲做社会设计团队合作，伫社会主体建立良好的基础文化。
阮这社会主体一个最重要的目标，就是讲会当增加人甲人之间的交流，会当互大家住伫遮会当互相帮忙甲支持。好伴的社会实验，嘛就去甲学校推广，甲学校合作，用16节社团课，带学生认识社会设计。当初想要做的就是怎么样播种，就是把更多的这些对社会的认识、关心，然后行动，散布到更多的年轻世代心中。今天其实是今年度的第一场来做，然后我自己都会最期待这个活动，因为它是办在一个平日，然后好伴用各种的方式投入社会设计，举办活动招更较侪少年人，目标就是想要串联人甲人之间的社群，做伙用行动来实践新的循环，做伙走向理想的未来。记者王德强、林新伟台中报道。最近天气无稳定，也若明仔载天气如何，咱来看各地头的详细天气资料。北部地区27度到36度，中部地区26度到35度，南部地区25度到34度，东部地区26度到33度。外岛地区27度到33度。接下来是未来3天的天气状况。感谢你收看今日的公视台记台 AM 新闻，稍等下请继续收看《青春咱的梦》，明仔载同一个时间，咱再会。